欢迎收看福起来的好空比播，今本日去播嘛个好空本大家甜咯。最近啊，俺家啊啲电视上啊就有看到哦，打票不爱，打票不爱哦，投我一票，投我一票。上讲啊，到底系嘛个票选发通咯？结果啊，详细一看，原来啊，系人家条闹热大擂台的节目啊，由于咧预测啊总冠军的发通哦。今本日啦，人家条咩东欢喜哦，做啲邀请到的流行组啦、传统组的参赛者来到现场啦，大家打嘴鼓哦。首先就先来分享哦，流行组的王艺健哈。落梅了香那一梦那，名义了一件那，带彩了个心那无啊，给回了一边那。哇，大家有听到冇？甲下创的吼，就是王艺健哦，就是艺健暗强哦，细细年纪就要创业。唔讲吼，大家吼唔好付唔错个吼，也系流行组的啦吼。好，顺风的咧，就是人家就会顾生杰，你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顾生杰，今日来到两个东方戏，希望大家。安尼就冇哦，安尼又冇创过的喏哈。我爱你合作咧，现场本大家听。好。我爱从流浪。流浪哦。系流浪。哦，好。流浪啊，错点转来改差，我是玛莎，让爱个命一辈子流浪。思啊恋，真啊真思念，打扮那流散玫瑰。东乡的地吼，做嘛该看到亮色吼，按休上吼，做嘛该会好创呀山歌喏？因为家啊，人家就听到吼，就会嘛个蔡依林的歌曲啊，吼，嘛个周杰伦啊，就会休上你较好的咩吼？做嘛该像于娟，你有没来参加呀闹热大擂台的比赛喏？我係本身係從山歌出來嘅。本身，你嘛個意思？本身就係從山歌。我一開始出來從山歌，係我家婆希望我做啲從山歌本兒堂，咁我是真嘅去創嘅。哦，嗰時候就係家婆上一堂，上一堂就買卡拉帶進來堂就好啊，做乜個咧搶來衝過來？自家嘅孫悟衝起來嘅感覺特別好。嗰時候你細時節就會衝過嘅。我係差唔多係小學5年生才開始衝。哦，唔講吼，衝過嘅太家就會啦吼，唔就係衝嘅後堂唔後堂應該。係啊，聖傑喏。其實我頭先介唱的歌曲按到流浪，其實佢後背也有就是唱到傳統的東西。失戀歌。其實係因為佢就是厲害流行歌曲當到創作型的，就把跳擺的傳統的歌曲還有現代的歌曲給它一個融合，就做出一個流行歌曲咁樣。嗰時候你自家有唱山歌冇？我自家冇，還蠻嘗試。係啊。你幾樣是當時會用嘅？怎樣的機緣上去參加呀？鬧熱大擂台嘅節目咯？因為其實跳擺，從客家歌曲，因為我提前阿妹讓我講就聽我講客家吧，然後嗰樣是我就會唱歌，就有唱本給阿妹聽，然後結果佢就講說，你做咧唱客家歌曲啊，然後結果就咁樣，因為我冇卡帶新主人關係，然後有客家嘅歌曲比賽，結果就去報名，然後得到學生節，然後就咁樣，媽媽就很愛講去電視上比賽看看。嗰時候係你自家來報名嘅哦。係啊。哦，真勁動好呢。唔過吼，也嚇看到係流行組啦。幾樣時用要參加傳統組係因為家婆咩？好也嚇喏。唔參加睇嚟用要上嘅，哇！真雙料冠軍吼。冇嘅時節係媽媽講，你傳統拿到，跟你去參加流行看看，因為我本身係冇唱過流行歌曲，係為到比賽我才開始練。你真勁動奇怪呢，有陣你冇唱流行歌曲，係啊，你自家冇考係冇？係一開始就係因為家婆嘅關係，才有第一堂客家歌曲。唱山歌以後，我是感覺當有興趣，是越唱越歡喜。
啊，冲到最後拿到年度總冠軍，嗰時間就是等於成就感吼，係冇？就沉浸在山歌裡面，後來這樣我就想說轉一下跑道，就唱流行歌。哦，古時候你喺比賽當中，沒有得到嘅樂趣就錯嘅吼，得到樂趣啊你，越來越歡喜就錯嘅。啊，勝傑咧，你知道你喺比賽歌唱程度有冇個較神奇嘅冇？比賽時節咯，其實我感覺比賽就是讓我不愛嘗試到進棚錄影，該感覺啦，因為對因為我學教係台灣戲劇學院，然後我民俗技藝學系。佢說對表演來講，聽說係輕鬆嘅啊。係啊，就舞台啦、劇場啊，動手，不過在攝影棚啊。錄影較冇強咯，會驚就錯嘅，一開始會緊張啦吼。唔過體育班留比到一下有冇冇強用咯？體育班啊，因為我係體育班動上啊，就然後比到了下，其實就有些地方還蠻熟的，動手咧，因為佢係現場伴奏，然後你下就會越來越熟，係啊。啊有冇較神奇嘅冇？像於娟啊，有沒有吃到泡泡啊？還係做乜嘅？可能有轉盤啊。唔係看到。係啊，轉。衝歌嘅就衝歌嘅，做乜講呢？表演還是勁衝。因為我自家啦，上會把我自家本身嘅特技，然後歌曲做一個結合，係啊。好啊，咩同好看啊？吼，真係有看到伊個同好嘅表演。而面係看到嘅時節啊，佳佳就有知道同道嘅歌曲啊，同道嘅歌曲嘅比賽吼，佳佳就會衝一趴。就一段而已。不過瓊亞吼，因為越來越少，就是越到後面吼，越來越少的歌手，所以你們會越唱越衝，係冇？會。吼，係冇？幾數誒就會衝踢，係冇？係。哦，安尼冬天吼，冬天。係啊，你大概錄影嘅時間會錄幾久呢？差唔多1點鐘吧。1點鐘。1點鐘。還 OK 啊，即係知道有冇1點鐘聽聽。唔過喺啲歌唱程度係輕跳嘅吼，輕跳，因為聽演唱嘅時間，你是會抽到幾味，還可以有表情嘛，咁就抽嘅。哦，啊，勝傑咧，你那流行吼，你參加踢嘅啊吼，你想去參加傳統組冇？冇會參加傳統，因為我係考太后咧，我係準備太后。哦，古說日擺嘅 live 啊吼，日擺嘅總冠軍吼，比賽就算係唔親民，日擺呢度歌曲係冇？係啊。哦，真勁睇㗎，聽錯一看啊！